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场互人热血滚甲的逆转胜。伫南投举行的中小学运动会，高中女子400公尺的接力比赛，本地是一路来领先的南投高中，现就要摕第一咯。想袂到最后一刻风云变色，去互中兴高中甲越过，先冲到终点，摕下冠军，现场欢声雷动。高中女子400公尺接力比赛，第一棒中兴高中走赢，不过南投高中第2和第3棒加速走赢对手。上尾一棒直线走标，南投高中领先15公尺，李马基完全看袂到对手的影，选手特别到终点啊，是咪到这个时阵？本来输甲真惨的中兴高中，上尾一棒冲啊真紧，尾仔会摕到冠军，因为落卡走赢对手，互现场的观众看甲一直拍扑啊，速度很快。飞跃领养。中兴高中1年啊姓王的查某学生，扣学者讲伊是怪物学妹，本来在亚比赛表现甲无好，会真失望。结果下晡接力比赛，会甲自信搁吹回来。看那个剧就觉得还有一点机会，那我就重看看。这是表现出你平常的实力吗？还是超越了？应该有超越吧。无到终点，未放弃任何希望。这类比赛选手坚持到底，嘛，同学和老师感觉已经无简单。